咱伫礼拜开始进行，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阮的生活中间，赏赐阮教育的恩典，保守看顾阮拢得到平安，带阮用敬虔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今日的礼拜，甲你有亲密的交陪，特别伫礼拜中间，我们要专注来注心伫听你的话，透过你的话的激励来更新调整、改变阮的价值观。是阮的主啊，阮知这是一对阮生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阮用较无的心来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用专一的心志来服侍你、敬拜你。求你赏赐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是阮的主，阮特别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带带领，互整个礼拜的顺序会当合你的心意。求主使用正当工伫服侍你的过程中间有圣神的引带。阮会当顺服伫你的带领下面，完成你交代阮的计划。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无论是诗会、司琴、献诗、团工信息，主你用甲所有的同工三甲地地，坚固阮手所做的工。是阮的主，阮也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相连教会交代伫主的手中，特别恳求主你甲教会所有的牧师、长职、同工三甲地地，亲自显明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清楚你伫即个所在的计划，互阮会当照你的计划去推动各项事工。来延光你的性命，也互万民得到祝福。主，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阮特别要伫礼拜中间来关心台南新学院所推动的神学教育事工。求主，互阮清楚看见神学教育。是今仔日的教会会当受起造的根基，所以阮来伫意帮赞即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院，互因会当伫无欠缺的中间做教育培育的工作，无论老师也是学生。会当透过学校运作来得到利益，训练济服侍你忠实的奴仆。恳求主你施恩照顾、保守带领。施恩的主，阮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看顾。将真实的公义、和平赏赐这块土地，互这块土地百姓会当自由去追求真理，学习主你教示阮的道理，互你的恩典、福音会当遍传伫这块土地，来改变阮的国家。亲爱的主，现主是伫世界各位，依然有真济混乱、争战、
的代志不断发生，有真侪无辜的百姓也因为安尼受害。恳求主你亲自介入这个事，亲自斩断迄个暴力的人所推动的战争，阻止这不幸发生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恳求主，求主怜悯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何计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大家做伙来礼拜。咱直接咱来唱圣诗，阿罗上帝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起立。请坐，大家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阿罗你，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中间保守带领阮众兄弟姊妹出入，享受到你所赏赐迄个平安。我若要大大阿罗你，因为你是早伫的、现今伫的，以及未来也永远伫的上帝。你是阮永远的上帝，嘛是听阮的上帝。你将平安大大赏赐祝福伫即个台湾水的福摩沙的都市的顶面，阮会当平安满足来过日子。你赏赐台湾，阮有好的总统，有好的官员，将阮台湾治理甲真正好。即届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对全世界带来真大的伤害甲真大的死亡。总是主，你互阮台湾的控制是世界上好的国家，阮将一切荣耀归乎你。阮也感谢你的慈爱甲疼痛。
我若要为着阮兄弟姊妹身躯有病痛的、心神有软弱的、亲人有失散的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耶稣，你亲自成做因的医治，成做因的帮赞，甲因的安慰，互因会当紧紧恢复身心灵来健壮，搁一摆来参与阮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阿罗尼。我若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阮常常以家己的无用当作借口，也无认真来传扬你的福音，无以别人的需要来看做要紧，却规工无用家己的代志。主啊，求你来赦免阮的软弱。主啊，阮双连教会离个阮伫新增即个所在，也是阮的基金会所在，设立一个双连教会新增分堂。阮有济济同工，同心做伙去开拓福音的事工。恳求主耶稣，你亲自大大来使用因，祝福因，互因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去帮赞新增迄个地区，去赢福音的经济。也成做新庄地区的祝福，愿阮所做的拢会当互你来欢喜，荣耀你的名。主，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无够额，阮直接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这声来祈祷。阮的祈祷，互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你的意志立命，阮的信息没有断，下面阮的保护。亲像阮来各个家己人，无对我来对事，叫我来打个，因福光明永存，拢是所有，台湾国民，阿门。咱煞接咱来启用，我来启，各位来用。启用18篇，第信息诗篇90篇，伫咱的信息后面27页，咱来做伙看。启用18篇。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对甲世界你也未造成。你互人归土，因为伫你来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受气来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在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由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啊，要到什么时阵呢？求你活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的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罗卜显现。
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踮伫阮的顶面。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煞者咱游员来请圣歌队来学乐，来演耍咱的礼拜。伊要唱的是耶稣，阮的愿望。感谢圣歌队优美的声，带咱来敬拜上帝。煞接，咱来共读上帝话。记者伫个诗篇90篇，咱做以前有圣经咱会哪拍开啊？诗篇90篇第1节甲12节。诗篇90篇第1节甲12节。主啊，世世代代你是阮的徛起，正山还未被造。
大地甲世界还未成形，对永远甲永远，你是上帝。你叫人活到原本，你互因回归尘土，伫你的眼中，千年若亲像一日，就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夜里的一更。你亲像大水一般，将阮冲走，阮的性命短暂若迷茫。阮亲像早起时뿌芽生长的草，你是生长无生，暗时凋萎孤单。阮互你的受气来消灭，阮因为你的大受气来惊吓。你把阮的罪孽摆伫你的面前，将阮隐藏的罪过显现出来。阮的岁月伫你的大受气下面缩短了，阮的性命亲像一声吐气消失了。阮一生的年岁不过70，永壮的会当到80，但所得的只是劳苦愁烦。性命目一个年就过，阮拢要亲像那飞入去。谁知影你受气的威力呢？谁明白你大受气的可怕呢？求你教示阮，算小阮家己的年日，好互阮的心有智慧。圣经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祝福甲帮助。接着，咱要来邀请前台南圣爱医院院长王宗尧牧师来分享信息。伊今仔日的分享是永恒的现金，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咱所敬听的牧者，咱的中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咱得到咱的教会真大的支持，互咱的台南新人医新学教育到目前拢真顺遂。我代表学校爱甲咱说多谢。今仔早起，我要甲咱思想一个题目。咱常常会想时间是甚么货？时间是咱上注意的。咱常常咧问讲今仔即马几点？今仔几号？总是时间嘛，是咱常常上无在意、上无注意的。一日过去，一个月消失，一年就飞走。古早的列丁语讲了真好，讲 time flies， 时间飞走啊！第4世纪，咱的教父奥古斯丁嘛捌问过时间是甚么？伊讲：当你无问我时间是甚么的时，我知影时间是甚么。不过，当你问我时间是甚么的时，我较知影，我毋知影时间是甚么。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伊讲时间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数量 （continuous quantity）。现在是过去甲将来的之间，总是现在有偌久，我毋知影。所以700年后，当奥古斯丁拄到同款的问题，伊安尼讲：讲时间存在时，咱较会当去改良；毋过过去已经无存在啊，未来嘛还未存在。现在是存在，毋过当你要改良的时，现在已经成做过去。咱今日所读的诗篇90篇，是一篇真水对时间来思考信仰甲人生的诗篇。伊讲到上帝的时间，甲咱做一个人的时间。上帝的时间是对永远到永远，
伊是永恒，伊是创造万物的上帝。迄文学的表达非常的水，青年亲像过去的早工，昨亲像暗时的一更。总是人的时间呢，你有偌熬？70岁，勇壮到80岁，你会当夸口什么话？诗人讲，不过是劳苦忧愁。所以诗人就恳求上帝，假使因会晓算家己的日子，来得到智慧的心，也互因伫这个苦楚的日、患难的年，会当欢喜。这圣经学者讲，诗篇第90篇，这篇摩西的祈祷，是诗人照着摩西甲以色列百姓。因伫旷野流浪40年的时，因若只有活伫过去迄个埃及的受苦，若只有活伫现在旷野的忧愁，因就无法度想象迄个上帝要引带因到一个水流蜜的迄个所在。上帝永远要甲因徛起的这个所在。诗人是用摩西甲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流浪来安慰今仔日已经受掠伫巴比伦的百姓，毋通互过去甲现在的苦楚来袂记你上帝。上帝既然若无放弃伫旷野流浪的百姓，上帝也绝对袂放弃。今仔日恁伫巴比伦受苦的百姓，只要恁活倒转，活倒转，上帝也要活倒转。这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减掉路啊，爱活倒转，行好正确。咱咧读诗篇51篇17节。甲咱讲迄个忧伤痛悔的心，上帝绝对无看轻。确实，因为只有咱的心灵会悲伤的人，英文讲 sorrow， 你才会当看到你的 soul， 你的灵魂。咱的心 heart， 常常挣扎伫 heaven 天堂，甲 hell 地狱。中间，17世纪英国的诗人John Milton伫《失乐园》讲了真好，心灵是咱自我做主的所在。不过一念之间，天堂会当变做地狱，地狱也会当成做天堂。所以诗人爱咱伫有限的时间。来明白迄个无限的上帝，伫历史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上帝，就安尼知影，就是现在咱伫劳苦忧愁的人生，爱活倒转，活倒转来亲近上帝。犹太人有一个故事真有意思，讲上帝创造万物。要互万物拢活了真公平，所以万物拢活30年，活了真公平。一只驴子来到上帝面前抗议：上帝啊，30年伤久，我一生拢排迄个重担，啊搬来搬去，阁活30年。上帝想想有道理，啊无活18年就好。一只狗仔来到上帝面前，嘛抗议：30年有够久诶！我的一生拢甲我的主人顾问，我的主人若看我无顺眼，阁会甲我趁呢。30年有够久，上帝想想有影，啊无你12年。一只狗仔来到上帝面前，伊嘛抗议。30岁有够久诶！啊，我一生拢关伫家己诶，关伫迄个动物园内底，互人欣赏。30年实在有够久啊！互你10年。最后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伊嘛抗议：30年较有够。
毋打打要，无论男女，毋打打要成家立业。上帝常常嘛有你，搁互你18岁无够，搁互你12岁无够，搁互你10岁，讲即个人就忧愁离开上帝。即个故事真有意思。咱敢毋是出世到30岁，咱拢着爱拍拼，成家立业。30岁到48岁，咱就亲像一只梨子，背负家庭的重担。今仔住伫台北，明仔载毋知要搬去啥物所在。48岁到60岁，咱敢毋是亲像一只狗仔，甲咱的后生查某囝顾门，伊若看咱无顺眼，佮甲咱踢吼。60岁到70岁，亲像我即摆安尼，亲像一只高山啊，关伫家己的动物园，互人欣赏。伊个人同款有真类似的故事，嘛真有意思。伊讲有一个女神叫做克尔，克尔英文咱拢知影，就是关心，关心着会烦恼，有关心着会烦恼。所以，这个克尔过一条河，看着一堆迄个阿门陀土，就该摕起来，开始该戳一个人的形状，总是伊无法度互伊活命。拄好周比特行过来，伊就请周比特，是毋是会当互即个人灵魂？周比特就互伊灵魂，即个人就活起来。所以两个就开始伫遐咧冤家讲，我爱号我的名，无爱号我的名。迄个土迄个土的神嘛起来讲，无嘛爱号我的名。所以三个伫遐到落尾讲，无咱来找迄个 Saturn 迄个农业的神。咱今叫做 Saturday Saturn 甲伊裁决 ，Saturn 的裁决真好。Jupiter， 你互即个人灵魂，即个人死了后，灵魂就行礼。Earth 土的神，你互即个人肉体，即个人死了后，肉体就行礼归土。总是客啊，你创造即个人。这个人活的时就属于你，你敢知咱是属于烦恼呢？属于care，属于烦恼。我咧看这个男女咧谈恋爱，爱有迄个失败的心理准备嘛，咱叫做失恋，失恋。失恋无可怕，可怕是失恋。你当失去迄个生活的意向，逐工坐伫遐，毋知要创啥物货。失恋无可怕，失恋的可怕就是你失去迄个生活的意向。咱台北有一个真出名的牧师讲咱台湾有一条失恋歌对无甲改做福音诗歌明在失恋真艰苦，家在我有主耶稣咱每一个人拢会破病，拄着困难，拢会烦恼。咱大多数的人袂因为安尼倒落去。烦恼、破病、困难上可怕的就是咱会失去活落去的意向，失去活落去的意向。我常常甲学生滚笑讲恁不想活的举手。真正有人会举手呢，活得不耐烦你不想活，你为什么无要去自杀？伊就甲你抗议呢。如果我有勇气把自己杀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自杀的勇气呢？咱这个世界统计迄个自杀上限是海底一个富人人总自杀26遍，拢无成功。你毋知以前高雄爱河作潮的时对无？有人跳爱河自杀，跳落单喊救命，水伤潮
我咧读即个希腊的哲学家 Stoic， 伊讲勇气，勇气就是互咱活落去真要紧的气力。总是勇气就爱甲智慧结合，甲智慧结合的勇气，互咱会晓知影节制。节制偌重要，你敢知影？因为咱即摆若会当节制，咱5年后的咱，10年后的咱，就会较健康。所以勇气毋仅是节制，有智慧的勇气，也当追求甲别人的公平。所以智慧、勇气、节制、甲公义，就成做希腊人4种的美德。咱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伊就将信、望、甲听，佮甲伊加入去内底，变做7种的美德。咱知影信是啥物货？信就是咱伫过去所累积的、所明白的、所咱会当把握的，就是迄个听的经验，互咱因为听甲信，就咱的生命有盼望，充满盼望。奥古斯丁伫伊的忏悔录讲了真好，伊安尼讲，伊讲时间是存在伫咱的灵魂的内面，存在伫咱灵魂的内面，咱就会晓记得过去，咱就会晓注目现在，咱也会晓期待未来。就是人伫这款生命有灵魂伫咱的内面，互咱会当记忆过去、注目现在，甲期待未来，就安尼伫咱的心灵的内面，会当听到上帝对咱灵魂的呼召。请问你过去有做啥物代志？请问你过去有做啥物代志？请问你现在看到什么？请问你未来有啥物愿望无？奥古斯丁讲伊家己少年的时去共偷挽梨啊，迄梨啊实在是足歹食，足歹食啊，等互猪食，是安怎要去共偷挽梨啊？奥古斯丁讲有反抗立法的快感你如规定我袂当安那，我特别要甲你做。反抗立法的快感，我拢常常甲学生讲，互你今仔无来上课，有反抗老师的快感咱信徒无爱来做礼拜，有反抗牧师的快感奥古斯丁伫伊的忏悔录，想到伊过去所做的毋对，受到情欲的束缚，甲体验到现今。伊的老母替伊的祈祷，迄个教会温暖的包围，甲福音的稳定，伊就决心倒转改变，就安尼成就未来一个了不起的神学家。咱做一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人。咱知影，咱是活伫时间的内面，咱阁知影，咱无法度永远活伫，咱会死亡，所以咱就有死亡的烦恼，迄个 anxiety of death， 死亡的烦恼。咱今仔去公园散步、运动、食健康的食品，敢是要甲咱证明咱有 anxiety of death？毋茫活较久诶，活较健康诶。咱做一个有限诶人，咱知影咱无可能逐项拢该拥有，所以咱得爱伫即个现在，咱活伫现在来选择，伫咱诶生命内面是啥物货无袂使诶，咱诶终极诶关怀。上帝是毋是咱终极诶关怀？咱在伫现在做出选择，啥物我无袂使，对我来讲无袂使的意义。
咱做一个有限的人，咱嘛知影咱无可能完美，咱嘛知影咱过去常常会做毋对，过去毋对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了。总是咱亲像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互过去做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通过我的悔改，我的活倒转，有可能就改变我的现在，改变我的未来。伫这个时刻，我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你转去下暗的时，把电话摕起来。有啥物人你捌得罪伊？有啥物亲人2-3年无来往啊？有啥物人你想要甲伊和好？甲伊敲一通电话，甲伊回信咧，无一定下暗开始，你的生命会改变。明仔载改变你的现在，也改变你的未来。过去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就有可能改变咱的现在，甲咱的未来。请咱会记得，无论咱的过去发生什么代志，咱的上帝现在要邀请咱进入伊的国度。这个福音的国度，咱若愿意，伫接受伊的瞬间，这个时刻，咱就开始在改变。就引出咱以后的每一个时刻，活伫伊的听的内面，为着过去的毋对来悔改，这就是永恒的现金。上帝永恒的活命，伫我现在的生命内底，互我倒转，互我改变。咱无搁活伫过去做毋对的悲伤。伊也袂阁影响咱的现在，咱的现在就会愈来愈明白，什么回事？咱无袂使的终极的关怀，无袂使终极的关怀。也因为咱今仔日开始所做这个刹那，这个所做的改变，就咱以后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所做的选择，来推测成做咱以后。得到上帝欢喜的命定，这个时刻，互永恒进入你的生命的内底。美国有一个真出名女性的黑人，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叫 Oprah Winfrey。有一遍，伊受邀请伫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伊讲：你若真正要得到快乐，你必须得要拥有比你更伟大、更高贵的代志，甲伊共同生活，搁去实践伊。这个高贵的理想，伊讲非常的简单，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你若捌受过伤害，你就知影要安怎去帮助即马受过咧受伤害的人。你若捌受过痛苦，你就知影即马要安怎帮助遐个咧痛苦的人。你若捌过了无好，你就知影要安怎帮助即马过了无好的人，互伊过了较好一丝。伊的结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家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请咱就要拥有比咱现在更较水的理想，就是咱的上帝、咱的信仰，甲伊同行，来帮助别人，帮助需要的人。台南新学院创校的校长巴克勒牧师，伊少年的时看人住真水的厝。伊真欣赏，所以伊期待将来伊会当赚大钱，嘛去住水的厝。当时伊大学的时听到伫中国宣教的杜家德牧师迄个真水的见证，
伊非常的感动，伊就开始立志要做这款的人。伫大学年的时，写伊的献身文，要将伊的一切心思意念、伊的财产、伊的感情、伊的理智，完全奉献给上帝。对迄个时刻开始，伊就活伫永恒的现今。伊有3个好朋友来阮当宣教，一个去印度，一个去中国，伊派来伫台湾。伊讲是安那，上帝要派我来遮尔一个山的台湾。伊讲伊对府城行路去高雄的目沙带礼拜，爱行9点钟久。伊慢慢体会，上帝派伊来遮尔一个山的台湾，是因为伊的脚长，真够行路。我听太平间以前太平间教会的牧师王南吉牧师捌讲巴克咧年老的时，还去做太平间教会小会的议长。每一遍无道友问道理，也要来领洗礼的时，最后巴克咧牧师会将圣诗306首，或者个要领洗礼的人对头到尾读一遍。我要邀请大家，甲我做伙来读一遍，诚心奉献咱家己，诚心奉献咱家己，来体会迄个上帝的疼永恒已经活伫咱的内底。咱圣诗306首，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用到一世。诗曲美丽献予主，为应当你万年苦。我的手爱你灵，为着我主做切灵。我把也要为你灵，常常替你行无前。我的声音予你听，欢喜快乐主无凭。我的嘴唇来你答。我愿福音来救人，我的心魂献予你，应出拢咱你旨意。我的才情你相思，甘愿听你做义父。我的听人求主赞，听你领会一世间，把我一切献家己，永永远远归予你。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予阮有遐尼大的福气，会当伫接纳你的国度这个瞬间来改变，来倒转，也予阮伫以后的每一个时刻，有你的疼的引带。互阮明白什么会是阮生命无袂使的终极的关怀，也安尼就成做阮的未来，会得到上帝恩典的未来，帮助阮的教会、阮的兄弟姊妹，把握这个时刻，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内底。无咱去想咱的过去有啥物唔对，来改变，就改变咱的现在，甲改变咱的未来。愿主的听圣神，夫妻兄弟姊妹进入阮的内心，阮今仔日伫这个时刻，体会到上帝永恒的疼。伫阮的心内，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们。咱有一个影片。这经两手百几担啊，有可能巴克利牧师徛伫遮的时，这张手啊就我。啊，百外担啊吼，咱行吼，啊，
北京的历史较早就到即间，这就较早风台啦，损害去，所以无法度拆掉。即间是足大间，安尼，是足大间，来，注用手，行好哦。较早的议长，毋从卫务署，搁较早，而且教这信用前辈去全世界无管，哪有去遮的厝？这嘛是较早是宣教师去无管，咱来要一块，所以这足伟大，咱少年就无简单今仔伊跟咧栽培遮的少年人，以后人来做牧师啦，真好的是啦，伊的教育。欢迎咱来多谢咱即个所在做义工，做足久几十单咱知影人老年岁了后，伊会要享受，会要过伊安静的生活，无一定伊愿意行出来。总是即个93岁的即个乳香长老伊嘛用伊的心来奉献，来做义工，来寄刊物，来而且包遮的要寄出去的即个物件，毋茫咱若讲，咱会通收到即个刊物的是会当效力即个义工，人90几岁佫愿意伫遮做上第一工，一世人安尼欢欢喜喜喜乐的心，这是通欢喜的代志，通感谢的代志。快点，上课了！来了！你教会试的报告写的怎么样啊？写得差不多啊，我超喜欢那堂课的。我都还没写。那上什么？好，快点，我们剩3分钟了。林清姐，过来。哇，真的好久不见哦。好，谢谢。最近都在做什么啊？在忙着上课啊。伫宿舍内底无代无志就搭2句会知要早倒啊，要提这要迟倒爱较紧嘞。所以像阮有一寡同学伫伊的身躯面顶有一寡较不足的所在，毋过大家嘛是做热心的，互相来家己帮衬安尼。我感觉伫咱遮也是最直接的，嘛是会真正来直接来影响阮的生命的。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牧者的一个特色。伫新学教育受装备了后，会当去到伫社会，也是讲伫教会，会当真正好的真正，会当落实，甚至会当人讲学的甲用的拢会当连结，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事。甲朋友诚做朋友的一个牧者，嘛会当诚做一个带来有外款、有外力的信用的人。希望就是将以前过去所学的一个农业背景的知识，结合到现在所学的社工，将来在牧会的时候可以帮助部落的发展。感谢大家由我来到教会帮站，我伫单向伊通来学习、通来生活，这是靠着一个人无法度完成真好的信息，互咱有诚深的体会吼。咱线接，咱来
煞者用诗歌来继续咱的礼拜。那么唱圣诗336首，天父我知，一心共音，请起立。请坐。大家咱要来奉献，愿今仔日王牧师的信息、信心有亲自感动你，咱来为台南新爱伊来奉献。咱直接奉献开始。
感动，买当用信用卡，或者是你亲自来双林教会奉献，为着台南新南医的各项事工，为着上帝国，咱做伙来努力打拼。感谢。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至诚阿爸爸上帝，主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感谢阿罗你。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圣殿敬拜你。阮也感谢你亲自通过欧牧师的信息来感动阮，互阮会钱银来奉献，伫个你的圣工台南新南医。因为台南新南医是要装备训练济新学生，成做牧师来广传福音伫台湾这个土地。主啊，求你亲自感动阮，伫现场的或者是伫厝里看直播的线顶的，主求你亲自感动因，愿阮的钱银，互你来用，拢是出自你的旨意，互阮所有的奉献也成做芳芳的祭，请到你的面前，互你来感纳。主感谢你，我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先接我来报告，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台南新南医奉献主日，感谢王牧师代表台南新南医前来，伊真辛苦，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拢来吼，来台咱分享信息，来台咱请安而且咱都有看到真好的影片吼，会当了解新南医真正是来造就足好的未来牧师，会成做传福音的第一线的人吼，感谢伊吼。那愿上帝祝福台湾新南医所有的学生，所有伫新南医内底学习以及甲各国教会来服侍特别感谢王牧师伊嘛伫昨诶培灵会有真好的信心吼。那搁一摆感谢伊。新界委员会的消息，本会爱乐管乐团伫个3月27，就是后礼拜下晡1点到2点半，要伫个10楼，就是这个所在来
举办社会纪念营地的募款的音乐会，会中嘛要请咱小西罗亚诗班OGS 火管团甲嘉南诗班李淑丽长老甲黄昭莹执事、执事娘甲蔡佑田老师共同来演出一定真精彩真各位当来陪伴时间特别是爱为台湾宣教甲医疗的付出咱大家来做伙来参与补充报告本回会友刘新慧姊妹的妈妈林玉梅女士，伫个3月17安孝主怀，定伫个3月25，就是即礼拜拜五下晡8点，伫头份市立殡仪馆怀宝厅来举行公祭，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郭振雄执事伫个3月18安孝主怀，定伫个3月28后礼拜一上午10点半，伫个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2厅举行立念的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伫遮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姊妹大家平安。我首先先来介绍咱今仔日的新朋友，才有君安中热的小妹，2位小妹蔡庆美甲蔡兆子，甲伊的外甥女，毋知伫坐伫倒位？坐伫顶面坐顶面欢迎伊欢迎伊。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姐。咱今日特别感谢王牧师今日的服侍咱今日也要颁发这学期的奖学金顶学期的奖学金，所以咱即马要请这个摕到奖学金的这学生同学来到咱的中间。有一寡较细汉的会有去参加亲子营啦所以今仔拢是派较大汉的代表所以咱看到咱教会新的一代遐尼侪人咱来常常爱替因祈祷，互因伫学校的学业会当进步毋干安尼用品格伫学校内底也当做见证所以咱颁发奖学金的目的就是鼓励因伫各方面的发展拢爱真好势，搁爱伫教会中间爱有参与服侍好，咱要请一个代表，咱要请一个代表来接受就是四年级的郑恩妮同学，来。咱做伙来替因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互双连教会新的一代，伫遮得到造就甲培养。主，阮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因，互因伫校园的生活、伫家庭的生活、伫日常的生活，拢得到你的保守甲看顾，会当用因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恳求主你赏赐因聪明智慧，互因伫学习、逐个科目的过程中间，拢会当通过安尼来晓悟真理，也透过伫教会信仰的培育，互因有好的品格，会当伫校园中间、甲同学交陪的过程中间为你做见证。恳求主你赏赐因身体心灵
拢得到主的保守甲看顾。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好，咱搁一遍大音鼓励。姊妹大家平安。牧师来做几个补充报告。咱教会最近有真侪只活动，拢有记载伫咱的周报中间。咱今日伫迄个礼拜结束了下晡，咱有邀请到石板民夫来甲咱做分享邀请这是各团契这联合团契作为主办的大家当留落来听伊做即个分析咱伫过来有真侪只无共款的节目，咱伫后礼拜为着这社会纪念营地有一个音乐会伫遮举行也请大家当来参与来关心。搁另外4月10日，咱有邀请到陈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甲咱做伙做分享请咱招咱的朋友做伙来关心即个题目较要紧，就是讲对疫情怎看台湾甲国际情势我嘛讲咱教会办这活动毋是干那讲咱教会兄弟姊妹彼此相听尔，咱也爱关心咱所徛起的这个社会。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心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呼召阮加做你的儿女，阮有迄个款的福分。伫任何时刻，拢会当来向你求讨，求主亲自赐福保守看顾阮。特别阮中间有肢体失去亲人的，求主你亲自安慰，帮助阮看见你所赏赐阮迄个永远我的愿望。阮也中间有人有身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安慰。也兴起伫教会中间，无论是团契小组的兄弟姊妹，彼此带导，互相扶持，互阮会当分享对你遐来的听，伫阮的中间。我们将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仰望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主，阮也特别要为着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台南新学院来祈祷，恳求主你祝福这间学院中间所有老师甲学生，阮伫学习的过程中间，咱来明白你的心意，伫培养出来这学生将来要成做你尽忠的萝卜。恳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大家咱上营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亲像父母极大的疼痛，甲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支持，伫即个时刻会当改变，直到永永远远。阿免。请坐，灭岛社温经受差遣。